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撒母耳记下卷第10章13到19节，约翰福音第4章31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收割。在我们回到台湾过了2个礼拜的隔离之后，第3周的自主管理，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借助了一位神学院以前的学姐在宜兰的家中。在这个房子的屋后，就是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就有著名的三星葱的农田，另外也有几区还没有收割的稻田。有一天早上，我跟太太一起去晨间运动，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大概6点多，我们就吃了饭。那在回来的时候，有看到几辆货车聚集在一起，原本以为他们是要一起喷农药，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吃完了早餐，那预备要洗碗盘的时候，就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看到2辆的割稻机开始在工作，有两个区域的稻田呢，就开始工作收割，大概不到1个小时之内那所有的收割都已经完成了这让我想起以前当兵的时候，曾经受命去协助农民收割以前叫做亲民助割了那我们附近也有一区大概4甲的这个甘蔗园连续2年的时间呢，我受派带阿兵哥去帮忙去帮他松土收成的时候也帮他收了那种完全靠手工做的这个年代，你就知道说这个农民他们的耕种、他们的收割是非常辛苦的。以前的农民从翻土插秧除草喷洒农药至于收割等等的后来的这个晒谷等这些事情都是非常耗时、非常辛苦的。因此，当收割完的时候，那种辛苦之后所收获的这一种喜悦，就是无法形容的。但是以前的农村，或是说传统的宗教，都有一个在收成之后有一个感谢祭，他们感谢上天来保守，让这个耕种的季节呢没有天灾，让他们收获能够丰厚圣经也以收割来形容福音的传播跟天国的收成。耶稣基督也用这样的比喻来作为教导，让门徒知道他们的呼召跟工作。人民种植谷物粮食是为了饱足人肉体上面的需要。那门徒们邀请耶稣一起吃东西，因为他们看耶稣都没有吃可是他们手上有填饱肚子的食物，我们说饼干。他们也非常好奇他们的老师耶稣都没有吃东西，但借着这样的机会，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一个更重要的所谓的属灵的粮食的概念。也应该是说，耶稣基督在面对撒旦的时候，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所回答的话语一样，他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耶稣基督是引用了申命记旧约申命记第8章第3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食物，也是旧约摩西律法当中所提醒的。换个角度来说，遵守上帝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旨意，这样的人就必要活着，不至于死亡。这是生命之粮。在这样的教导与约翰福音第4章前面1到20节的教导其实是一样的。经文的记载，耶稣基督跟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当中，耶稣告诉他这个生命的活水，喝了就不再渴。我们回到粮食的问题，粮食是怎么来的？当然是耕种，后来收割。没有耕种，哪有收割？没有努力，哪有收获？这个都非常正常的一个逻辑思想。但是就基督教救恩的角度来看，却不一定是这样子。救恩就是这种白白给予的恩典，不见得需要耕种，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耕种了。他将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的付出赐给了我们，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17节所说到的，上帝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叫一切愿意相信的人怎么样，必得着永生，不至灭亡。耶稣基督说，你们说再过4个月才是收割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看看那片田地，农作物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得到报偿，为永恒的生命聚集果实，使栽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一人栽种，另一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耕种的田地，别人辛劳，而你们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在最近看到现在的农田的收割，在读到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耶稣基督真的是讲了2000多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了。现在的农业来讲，似乎也是如此，播种、耕耘、收割都不见得是同一人，但是田主却能因此得到利益，收割人也是。就信仰角度来看，我们不但是受益者，我们还必须是同工，我们必须是执行者，将所得到的福分与人分享，将所收获的生命归荣耀给上帝，如同耶稣基督跟门徒所说的话一样。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那差我来的一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我们必须想一想，基督徒所领受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被交代的工作是什么？既然我们不用耕种，我们要去收割，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的了。那我们看到现代的收割机驾驶人员很快的将所有的收获就收割完毕了，那就用一个管子把那个谷物呢就放到另外一台货车上面，当然这个货车是要给田主的。那收割的驾驶人员也从中获利，就像耶稣说的，只不过这个所有权不是他们的，是那个田主的。这就信仰来说，这是上帝。所以这所有权是归给这个田主的上帝的。那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个田主他的收成，我们就是要去做收割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利益，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恩，我们工作，我们要为此要献上感谢。